好啦，多謝大家今日參與啦。咁好快就嚟到我哋下半場嘅專題討論環節啦。咁今日我哋嘅專題就係環球經濟新格局，香港出口商營商有計。咁其實大家頭先都聽過啊，喺2024年今年香港嘅整體出口其實真係唔差嘅嚇。第一數據嘅話，大家都聽到係1至11月啦，係個整體出口有9.1% 啦。咁但係最近嗰個出口嗰個，如果係喺11月嚟講，就跌翻去單月計係2.1%，係好似收慢咗。咁如果你睇翻係最近公布嘅中國12月嘅財新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咧，即係大家好熟悉嗰個 PMI 嗰個指數咧，12月嗰個數字係淨係50.5啦。咁咩係50.5咧？即係僅係高過50係傳統嗰一個係榮辱嗰個分界線。咁比預期嘅51.7咧係有一啲差距嘅嚇。咁整體氣氛咧，大家都好似感受到喺特朗普上場之後咧，喺佢個關稅大棒之下，喺美國優先嘅政策之下，都大家好似轉趨小心謹慎，甚至有啲緊張添嚇。咁大家上半場都聽過好多宏觀經濟嘅分析啦，好多數據啦。咁我哋希望喺跟住嗰半個小時裏邊咧，就緊接住上半場個討論。我哋從一個唔同嘅角度，上半場嘅宏觀，我哋希望喺微觀呢個角度，喺行業裏邊呢個視角咧，探討一個行業嘅趨勢啊、應變嘅方法啊。同埋更重要咧，係有啲咩商機啦。咁今日我哋好高興請到3位我哋個老朋友啦 ，Steve 啦、Roger 同 Michael 啦，佢哋分別喺電子啊、紡織成衣啊同埋食品或者消費品方面好有經驗嘅。咁佢亦除咗佢哋本身個行業領域之外咧，佢哋亦都係香港幾個主要嘅商會啊，係個主席啊，同埋一啲高管成員。咁希望我哋真知灼見咧，幫助大家可以更加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分析目前嘅形勢。咁首先我想同Steve 傾先啦嚇。大家聽到頭先電子行業喺2024年亦都大好啊，亦都係電子佔咗香港嘅整體出口70%以上，非常之重要嗰個領域嘅。咁2024年咁旺，尤其半導體方面非常之好嘅成績。咁而家喺電子界裏邊，無論係你個行業裏邊啦，或者公眾裏邊啊，你啲member 啊，有啲乜嘢主流嘅思想啊、感覺啊，對關稅未來嘅出現啊，有啲咩主流嘅睇法咧？好啊，多謝 Terence。咁我諗大家頭先聽過Stanley 講嘅嘢都知道，而家作為一個廠家真係好唔容易，即係話你又要 R&D 做 product development 出埋產品，你仲要做埋零售喎。咁即係以前呢，中間有 importer 啊、distributor 啊、零售商啊，唔見晒。咁呢個都係真嘅喎，因為點解呢？我都做電子做咗30年呢，過去2年係最多美國嘅 importer、distributor 執笠。因為佢冇位置啊嘛，所有嘅廠家直接賣 Amazon， 直接賣 TikTok， 直接去到美國。我諗如果做廠嘅大家都知道，以前大家係講緊 FOB 產品啦，FOB 幾多錢？即係總之我有離岸價。而家唔係啊，而家唔興啊，而家係講緊 DDP 啊。咩叫 DDP 嘅？叫 Delivered Duty Paid。即係話咧，你而家賣任何產品，你要將隻產品係送到美國，你仲要成立間公司，俾晒 duty， 喺晒你倉，等啲客要幾多買幾多，要一隻你就要供貨一隻。咁但係 overall 咧就電子業咧，事實即係個需求係唔差嘅。咁我諗2024年咧都有大概10% 嘅增長啦。咁香港嘅電子業咧，事實不嬲都係佔香港出口7成半左右啦。咁基本上咧，而家咧大家都知道 AI 啦、電車啦、而家 IOT 啦，所有嘢咧個影響好大。大家講起 AI 好似 data center 勁啲喎，事實唔係嘅，所有嘅產品都受影響。你個手機啦。你屋企嘅電子產品，所有嘢都有 AI chipset， 所以影響係好大，係一個 next generation 嘅變化。咁即係話咧，你個電視機咧，你唔換咧都係有啲問題嘅，
因為好多 function 係需要 AI 去改變嘅。咁所以咧呢個都會係推動整個 market 嘅變化。咁啊總體咧，大家都覺得係有前景嘅，不過個做法好唔同。個做法咧就大家即係除咗你要極致嘅 R&D， 你要極致嘅 operation， 你要極致嘅 ecosystem， 你仲要好嘅銷售，你仲要做網行喎。咁事實係咪好難呢？我覺得好難嘅。不過咧，面對呢樣嘢都冇辦法，大家去面對。咁但係即係基本上港商咧，大家都即係過去都即係特別係2018年啊 Trump Version 1開始咧，都做咗好多嘢。譬如將廠咧就 China Plus One 咧，大家都好清楚啦。咁應搬嘅都搬㗎啦。咁事實業界咧就我俾個幾個數字你啦。香港嘅業界咧基本上有45% 喺 ASEAN 已經設立鋼廠，都好多可能叫 Global South 啦，可能一帶一路啦，都有20%嘅。咁喺大灣區咧，基本上大家係作為一個總部，再係做 R&D 配合香港啦，做 R&D 啊，作為 Pilot Run 啊、Prototyping 啊，去歐洲可能喺大灣區嘅廠啊，喺國內可能大灣區嘅廠啊。但係未來咧，即係喺電子界，大家都覺得係審慎樂觀。TDC 都講啦，明年即係今年啦，2025年有4%。咁我覺得電子業可能會仲好翻啲嘅。咁實難係咪好難做咧？非常之難做。不過咧，都有機會嘅。所以我同阿 Terence 講件事，即係話咧，將來咧我哋出口，我唔係出口俾客，我係出口俾我自己公司喺美國，自己公司喺歐洲。咁到底即係點去適應咧？你點去 custom build 啲 policy 俾我哋就好重要啦。唔該晒。亦都好高興聽到嘅話，個市場係有得做嘅嚇。雖然難做，咁但係俗語嗰句都係話唔辛苦點樣可以賺世間財咧。咁係好高興聽到呢啲，但係今日都要學到一啲嘢，叫好多嘢要極致先至可以做到嚇。或者我問一問阿 Roger 啦，咁紡織成衣嗰方面嘅情況係點咧？買家有冇係有啲表達過話，而家如果係關稅真係會出現嗰陣時啊，尤其是美國買家會佢哋有啲咩措施咧？咁會唔會其實呢樣嘢又加速咗個供應鏈係重塑啊？其實已經出咗去㗎啦，咁仲有冇空間出去？如果再要出去，有冇啲乜嘢特別需要係諗深少少嘅咧？嗱，或者我講一講即係紡織製衣咧嘅一啲歷史啊。即係其實可以講香港係做紡織製衣咧，都算係最早嘅傳統行業嚟嘅。即係可以講香港嘅經濟去起步都係紡織製衣。咁但係今時今日，如果你睇香港紡織製衣嘅出口數據咧，好似唔係點見到嘅。咁點解我哋會見唔到香港紡織製衣嘅一啲數字咧？就因為基本上係唔需要經香港進出口。但係呢個行業咧喺香港仍然係一個舉足輕重嘅一個行業嚟嘅。咁又點樣去運作咧？咁又可以講下喺我哋有 quota 一個年代，香港嘅紡織製衣廠係點樣運作嘅咧？我哋就係因為有 quota，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就需要去東南亞、非洲，甚至乎去到南美嗰邊咧去開廠嘅，就要避呢個 quota。咁直至到2005年咧，就呢一個 multi-fiber arrangement 取消咗之後咧，就因為中國有好大量嘅 capacity 啦，即係當時嘅人力都仲係好平啦。咁冇 quota 嘅情況之下，咁香港嘅製衣廠咁就好順理成章咧，就搬啲工廠生產就翻去國內。咁所以2005年之後咧，就係中國紡織製衣咧出口嘅黃金時間，係好大量嘅增長啊！咁直至到咧，我去睇翻一啲數字咧，中國嘅出口紡織製衣嘅製衣啦，我唔好講紡織啦，個全球嘅比重咧喺2014年開始跌嘅，已經開始跌。咁阿 Trump 都未上台嘅喎，佢未去擺呢啲咁嘅即係一啲關稅嘅關卡。咁點解中國嗰個出口成衣嗰個世界比重會跌咧？都
未必有大家會花時間去分析，但係我相信啊，我只可以用我嘅觀察去睇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咧就係中國嘅本土市場啊，需求服裝咧係增大咗，咁自然咧係部分嘅產能咧係本土消化咗。第二個咧就係中國嘅勞動人口咧係開始老化，咁啊請工人咧係困難嘅。咁當請工人困難嘅時候，咁我啲 capacity 梗係賣翻去本銷比較方便啲啦。而你會發覺好大部分嘅現在嘅中國嘅品牌本身係廠家嚟，就自己嘅生產 instead of 去做出口咧，就變成本銷訂立品牌。所以喺呢段時間咧，中國嘅品牌咧亦都好火紅啊，做一啲高增產嘅，所以生產同埋呢個商貿咧都擺埋一齊。嚟到一齊去發展，咁呢個係令到即係中國嘅製衣界咧，即係一啲比較龍頭啲嘅公司咧，已經係變成現在嘅一啲好龍頭嘅一啲品牌。咁邊啲公司會走出去海外做生產咧？即係去利用翻啲後生嘅勞工咧？反而係啲國企同埋中小企就比較多。尤其是國企係，即係佢哋唔會走去做呢一個品牌咧，佢哋就走出去做生產，即係佢哋嗰個定位都係做生產嘅話咧，就係東南亞就開得好多。所以咧喺14年開始咧，我哋見到嗰個跌幅咧係唔代表中國做製衣嘅比重係跌咗，只不過係將個生產轉移咗出去其他地方啊。咁香港又扮演咩角色咧？其實香港咧，有部分嘅廠家咧就走咗去東南亞國家啦，包括我哋依家最主要嘅咧就係孟加拉啦、越南啦、柬埔寨啦。咁當然啦，有呢個美國嘅一啲咁嘅即係關稅嘅問題。咁我哋唔係冇經驗噶嘛，我哋 quota 嗰個年代已經係跑暈晒呢啲國家啦。咁我哋只不過執翻自己以前走開，即係叫跑江湖嗰個行李，咪走翻咗出去跑咯咁。咁呢個情形個調節咧就比較係敏捷嘅。所以點解喺個關稅度咧，喺第一陣嘅 impact 咧就係每人即係廠家啊、分銷商啊、零售商啊，每人分啲咁咪分咗嗰個關稅嗰個問題咯。咁依家大部分嘅製衣都如果係供應去美國嘅咧，都七七八八㗎啦，搬咗出去嚇。咁所以點解一啲嘅 impact 咧係大家都會去做一啲 survey 就話應該都唔會太大嘅影響嘅，就係因為已經係跑咗出去啦嚇。咁但係究竟我哋將來嗰個挑戰咧係唔係純粹係以關稅啊、貿易啊嗰啲作為一個最大嘅影響咧？我哋可以講咧，我哋現在所面對嘅挑戰咧，相反嚟講咧，就與呢啲嘅法例唔係好大嘅關係，而係一個市場嘅改變先至係最大嘅挑戰。咁市場最大嘅挑戰會係咩咧？第一就係環保意識增長嚇，好多嘅環保法例咧都已經訂立咗嚇。咁歐盟嘅一啲法例咧會喺2026年咧就部分推出，2030年咧係全面推出㗎啦。咁所以我哋做製衣嘅話咧，如果你跟唔到呢啲嘅環保法例咧，基本上係難去繼續去發展嘅嚇。咁第二咧，我哋都聽過啲電商啦講好多一啲嘅供應鏈嘅一啲問題。咁你諗下，如果我哋賣貨咧係逐件賣嘅話咧，咁即係話，假如我賣得唔好嘅話咧，我就會停產啊，唔會做。但係如果嗰樣貨賣得好嘅話咧，我即刻補貨。咁我哋傳統嘅即係製衣咧，都希望接張大單啦嚇，越大單我咪越即係嗰個經濟效益越高。咁但係咧，電商嘅蓬勃發展咧，亦都令到我哋嗰個生產咧係冇辦法可以預計你走去揾一張好大嘅單呢個機會咧，亦都係越嚟越難。你接到張好大嘅單咧，都未必有錢賺嘅，因為個競爭太大啦。咁於是我哋即係依家有一個斷層啦，就好講你一間公司能唔能夠將你嗰個供應鏈能夠去做到咁無敵，而係配合到嗰個電商或者係自己個哋零售商。其實依家咧，我哋都好興講一個 term 啊，叫 omni channel 啊。
就算係 Walmart、Target 咧，佢哋嗰啲嘅咁多大嘅鋪頭咧，佢都有呢個線上嘅零售嘅。咁佢呢啲咁嘅要求咧，會令到你嗰啲款式要求好快要周轉啦。嗱，傳統我哋差唔多由設計去到上架咧30個星期。但係你諗下，如果我哋啲女士話我要省30個星期去追個 fashion 咧，你唔使諗啊！咁個市場係咁要求咁快嘅話咧，我哋嘅供應鏈唔能夠追得上咧？尤其是再加埋啊 Steve 又講嗰個 AI 提升咗消費者嗰個期望。我即係影張相都已經係出咗咁多個圖喺度，我希望買到噶嘛。咁你買嗰個要配合嗰個 AI 砌造出嚟嗰個影像喎，唔係生產喎。咁你要將個影像變成產品咧，你30個星期唔使諗啦，我哋就需要大幅咁樣壓縮啦。所以我哋面對嘅挑戰咧，就係個市場嘅挑戰，市場嘅消費模式挑戰。咁如果我哋以前係講緊製衣係一個傳統嘅行業，用傳統嘅方法，係面對依家嗰個即係世界消費市場嗰個需求咧，基本上我可以大膽咁講咧，你捱唔到3年啊！3年之後你可能都已經冇乜機會接到單㗎啦。咁所以咧，依家我係suggest 咧就係街咧就要好快咁樣去睇呢個咁嘅趨勢。如果要追嘅話咧，就要急起直追。點樣去完善你個供應鏈數碼化，將你嘅產品生產週期咧要大幅咁樣壓縮，咁先至可以面對將來嗰個發展嘅要求。多謝 Roger 嘅分享嚇。咁我哋不如轉一轉話題，唔好淨係講美國加關稅嗰樣嘢，我哋講下一啲中國市場啦。咁近住我哋啦。我想問一問阿 Michael 啦，Michael 有好多年嘅中國市場經驗啦，亦都好成功咁將一啲中國食品嘅品牌引入香港市場，甚至係將佢帶到去海外啦，亦都成功咁將一啲產品係帶入中國市場啦。咁喺呢方面我係都好多我諗係出口商都對中國市場係作為一個未來係分散咗傳統歐洲或者美國市場嗰個重要性，係一個非常之接近香港一個關注嘅地方㗎。喺呢方面發展中國市場，阿 Michael 有啲咩經驗可以同我哋啲朋友分享下？好，咁我見今日好似都比較負面一啲，咁我就講翻啲正面啲嘅，睇下可唔可以用嗰啲以往我花7位數字去踩過坑，等大家可以揾到啲生機咁樣。好嘛？咁我講下 how。咁首先我想接下 Terence 講呢樣嘢之前咧，我就想講有2個詞，香港本身嗰樣嘢嘅問題嚟嘅。我哋香港嘅地位其實係做乜嘢？背靠祖國。下一句係咩？聯通世界啊嘛，係嘛？在座有冇人係識得英文、普通話、廣東話嘅語言嘅？請舉手。嗱都唔少嚇，即係有第4種語言噶嘛，係嘛？咁我又想問下，有幾多人去過長沙？都唔少啊！今日呢度 OK 嚇，即係可以做到呢個即係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其實我想講嘅係咩咧？因為好多場合我都問過呢個問題，今日係最多人舉手。即係證明係有希望啊 Terence 我哋信保局關相關嘅單位嚇。我未去過，但我聽過擦顏語色都算咯。擦算嘅。咁其實我想講咩咧？就係話，首先一係我哋就做好背靠祖國，即係話我哋必須要了解好我哋嘅供應 supply 有啲乜嘢。一係兩邊 supply 同埋 demand，我哋一定要佔到一樣嘢。頭先我哋食飯嘅時候，我哋就講我哋又唔識喺電商平台度賣貨，我哋又冇一啲好先進嘅工藝，我哋又唔識得柔性嘅生產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大家真係要揾時間去諗一諗，因為我哋做生意人一定要佔到一邊。我一係就好了解東南亞或者內地嘅市場，然後我喺外邊揾翻啲嘢入去。一係咧就我好清楚我自己有咩最強嘅嘢可以帶出去。因為我喺過去呢1年咧，我都攜手咗差唔多有100幾個品牌係內地嘅品牌出去。咁頭先阿 Terence 講咧，就內地嗰個市場我哋應該點樣發展？咁樣嘅，我覺得第一樣嘢大家要了解清楚內地嘅市場同外邊有咩唔同。第一，
我最近咧就同幾個朋友就夾咗2萬蚊，開咗一間 cafe，由30日打到落去大眾點評嘅親子 DIY 榜第1，2萬蚊。我講緊係包2按1租嚇。如果大家有時間咧，可以喺揾一揾叫做誰畫了我的吐司，喺大芬村嘅一間鋪。即係咩意思咧？就係話我哋以往我第3代咧做食品，我哋好謹慎噶嘛，做生意係嘛，諗清楚先去做啊，唔熟唔做係嘛？屋企人都話唔係嗰行你就唔好搞嗰啲嘢啦，完全唔係咁。最緊要係咩咧？我哋好少嘅成本咧就試咗出嚟就，原來呢個方向係 work 嘅，原來係得嘅，咁就去做。頭先阿 Stanley 咧，我唔係好同意佢講100萬淨係夠燒3秒啊！大家唔好咁擔心，佢喺度販賣焦慮啊！佢走咗啦嚇。咁啊，其實咧有唔同嘅方法嘅，其實就係話佢講有啱嘅地方就係，如果你開直播間，一場嘅 GMV 大家聽到幾多個億咧，有時係蝕錢嘅，因為個 ROI 咧可能係0點幾。咩叫 ROI 咧？即係你攞1蚊出嚟投廣告，翻嚟幾多？冇超過3咧，你根本上係蝕錢嘅。嗰啲有機會再講啦。但係即係我想講係咩咧？有唔同各種各樣嘅方式。咁你如果你話揸住政府嗰100萬，我自己攞100萬點做咧？有個好可以嘅小建議俾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有一樣嘢叫小切口。喺中國嘅市場10幾億人，如果做一樣嘢係好細嘅切口就已經夠噶啦。我出嚟一個例子俾大家咧，就係話一種叫做我哋有個混沌嘅同學做燈嚇，佢做燈之後咧，佢做咩咧？係喺屋企用嘅燈啊，定係植物燈？佢揀咗植物燈。植物燈咧，佢都覺得太大啦，再切一刀做咩咧？多肉植物嘅植物燈。淨係貨多肉植物嘅啫，佢而家10個億嘅生意，大家可以上網去睇下呢啲咁嘅例子。即係話咩咧？以往我哋可能做毛衫嚇係一個 category 唔夠。我最近學嘅咧就係話咩咧？1、2線城市30至40歲想扮後生嘅家庭主婦係咁嘅，係小切口係切細到咁㗎，各位。首先如果你睇翻咧，即係我再多啲講咧。唔單止喺電商度，我發覺係咩咧？包括大家見到嘅茶飲啊，大家見到所謂好似都係賣奶茶啫，唔一樣。佢有賣檸檬茶、賣果茶、賣乜茶，全部都唔一樣，賣健康嘅概念等等。所以如果大家要進入內地嘅市場，千祈唔好諗我要做大。10幾億嘅人啊，如果真係有0.1% 嘅人咧，俾大家已經足夠。第二樣嘢係咩咧？第二樣嘢就係話不停保持學習。呢樣香港人係比較弱一啲啊，但係頭先我見到咁多人識講第4種語言，應該都 OK 嘅嚇，因為變得太快啦。我哋唔好諗住琴日嘅嘢，聽日會 work，要打破自己嘅概念。舊年嘅嘢，聽日係應該係唔 work 噶啦。第三，我哋要諗清楚嘅，我哋有咩優勢？我舉一個例子，最近俾2個行業嘅人。最近香港最紅嘅電影係乜嘢？冇錯啦嚇，大家都知啦。內地唔係話非常好，但係捲起咗個熱潮。原來係香港文化咧，係內地咧係一個咁紅嘅一個樣嘢，係咁好用。如果你喺內地做一啲事業，不妨考慮下加入一啲類似，即係破地可能大家有啲覺得唔吉利啦嚇，但係類似嘅文化係可以加入去嘅。第二樣嘢，我舉多個例子，化妝品。化妝品之前有一套電視劇好紅嘅叫。冇人知啊！新聞女王，內地咧就好多人用嗰條片咧，就係話咩叫做港女裝。但係佢個港女唔係你哋認為嗰個港女喎，係正面㗎，唔係我哋嗰個。即係話咩意思咧？咁細個即係港女裝呢樣嘢，可能喺內地都有得做嘅。咁我哋就要發揮頭先我講下小切口、小步快跑，仲有一樣嘢就係發揮我哋香港獨有嘅優勢。講到最後一句，早半年我翻內地喺四川有個朋友喺度播歌。嗰首叫《必殺技》，廣東歌。我喂呢首歌好舊㗎咯，佢唔係喎，最近好 hit 喎喺四川。大家多啲去睇下，深入去入邊嘅生活，睇電視睇 media 係唔夠嘅。去深圳2日，唔好諗住去做內地嘅生意。每個城市大家都跑一跑，先會有咁嘅感受。講好啲普通話，自然內地嘅市場咧，我哋係做到，唔係咁難嘅咋。Thank you。多謝 Michael。
咁或者我哋好快又由中國市場轉一轉去到大家成日講嘅東盟市場啦。咁東盟市場我諗好多港商已經投資咗啦，亦都係作為一個投資市場或者係買貨嘅市場啊、備料啊，已經係好成熟啦。咁但係如果東盟市場作為我哋產品嘅銷售終端市場，而家嗰邊係雖然有好多年輕嘅人口啦，咁亦都有上緊好快嘅中產階級啦。有啲人都係話嗰邊係未係成熟，都係早咗一啲嘅。咁唔知三位有冇啲咩睇法咧？對東盟市場作為我哋港商產品嘅終端產品，作為係銷售市場呢方面，見唔見到係好多港商已經積極發展緊呢方面？好，咁啊，我講兩句關於消費品啦，好嘛？咁其實呢個東南亞咧，大家都好熱去睇啦。如果大家有時間，真係建議因為我差唔多每個月咧，我都會去一次泰國。其實大家見到咧，泰國或者印尼咧，係所謂中國嘅品牌出海第一站。咁因為點解兩個單一市場嘅人口基數都係大，都係幾千萬，其他又比較細一啲。首先我認為大家可以睇一睇。咁頭先 Terence 講到點樣去發展當地嗰個生意。有人講跨境電商，但係真係未成熟。咩意思呢？就係特別泰國，以泰國為例子，就係話如果你去泰國，你見到嗱，我哋直播電商好直接嘅喺抖音度，你見到落單買送嚟屋企，但係唔得嘅。原來我最近同遙望係一間好大嘅 MCN 去傾，佢話咩呢？佢投咗20蚊。得翻1蚊出嚟，點解呢？原來泰國人係見到之後咧，佢信用卡碌爆晒，佢係用現金交易嘅，因為佢哋 over expenses 得好緊要，所以咧你變咗咩呢？就要注意呢啲位，就係話喺線上引流咗之後，線下去交易，你俾佢用 cash 嘅機會。咁仲有一樣嘢，我最近見到有一個好嘅機會呢，就係話咩呢？中國嘅零售商去當地瘋狂開鋪，包括 Miniso， 包括 KKV。包括茶飲，大家可以咧搭呢班快車用佢嘅鋪，譬如 KKV Miniso 嚟緊可能會有幾千間喺印尼喺泰國，咁所以咧就係話頭先阿 Stanley 講得好啱一樣嘢，就係外國嘅 retailer 未必俾你香港或者中國嘅產品上去，但係如果中國嘅 retailer 喺當地開咧，我哋有機會啊，我哋可以留意翻一啲當地嘅 retailer 會開嘅地方，包括 Pop Mart， 包括52等等，太多啦，亦都。即係個資訊太多太複雜，有機會咧可以同大家講。但係我認為其中一個機會就係我哋緊貼個市場去睇，我哋香港或者中國嘅嘢係出去係有用嘅。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唔好忘記香港人飛去邊度都係比內地人容易嘅，特別東南亞地方。仲有我哋嘅英語咧係有優勢，所以可以協助攜手一啲內地嘅品牌，無論係代理或者喺當地聯營咧，香港港商仲有機會係。有機會嘅，因為舉個例，譬如印尼個市場有成2億幾人口，咁有個香港嘅銀行家，佢就網上銀行嘅，咁佢原來佢同我講，佢就話印尼咧得50% 嘅人喺印尼有銀行戶口嘅，因為距離太遠啦，冇乜分行，所以佢就利用電話做網上銀行，咁係香港間銀行係做得非常之成功。咁頭先阿 Stanley 講就印尼嘅網上銷售係唔可以國際電商，呢個係真嘅。咁但係都有幾間香港嘅企業，我幾個會員，佢哋直情喺當地設立一個網上嘅平台，將產品運過去印尼，個市場嘅反應係非常之好嘅。咁嗰個我諗年青人有好多嘅，佢哋好中意新嘅嘢。咁就係香港嘢都好 fashion 嘅，即係香港嘢包括馬來西亞大家知啦，即係包括新加坡，佢哋都幾 follow 香港嘅嘢。咁所以事實係有機會嘅。香港嘅產品、香港嘅品牌喺東南亞都係吃得開嘅。咁嗱都分享一啲數據，即係話到底香港嘅企業喺東盟佢哋去邊呢？咁我哋早前做咗個調查咧，就有60%嘅企業，佢就將佢嘅東盟嘅分部咧，第一個係設立喺越南嘅。咁大家都印象中以為佢係開廠，事實好多係開廠嘅，不過
佢哋有80%係做 domestic sales。咁另外柬埔寨有20%，泰國、馬來西亞都有10%嘅。咁而係呢個速度係增長得好快嘅。咁每一年咧，我哋發覺每一年有30%嘅增長。咁東盟嘅市場，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如果即係唔係咁大嘅市場，6億幾人口係非常之好嘅。咁好多即係網上 call 車啊，都同即係同國內嘅企業啊有關聯，都有好多國內企業去投資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佢哋個 market 佢起碼對中國嘅文化、對香港嘅，佢哋係中意嘅。我補充一下咧，就係其實我都好 agree 兩位嘅分析啦。咁喺服裝嚟講咧，東南亞嘅一啲品牌咧喺香港咧，我哋可能都忘記咗嘅，其實喺東南亞國家咧都仲賣緊嘅，好似佐丹奴啊、Hang Ten 啊，咁其實都好多時喺鋪頭度望到。但係咧我哋要開發呢個東南亞市場嘅時候咧，我哋都要了解咧，東南亞市場咧並唔係我哋想像嘅咁開放嘅。其實東南亞市場嘅保護主義咧，甚至無係難過去歐美國家嘅。佢哋好多一啲嘅入口一啲條例咧，因為佢都需要保護當地嗰個市場。咁如果我哋要打開呢個東南亞市場，咁要點做咧？其實我哋啲廠家咧，當佢哋開工廠喺東南亞開嘅時候咧，其實係應該藉呢個機會咧，就同時睇埋呢一個本地市場，本地生產、本地銷。咁當然啦，設計品牌就係香港啦。咁利用翻呢啲已經有品牌嘅一啲效益咧嚟去推廣，再加埋香港嘅文化咧，都唔少東南亞國家華人社區咧都睇香港電視嘅，佢哋都熟悉香港啲品牌嘅。咁你喺當地生產咧，就減少咗嗰個即係關稅啊，或者係一啲進口嘅一啲問題啦。咁既然去搬得廠去做出口做生產嘅，咁係應該藉呢個機會睇埋當地嘅市場啦。呢個我少少嘅補充。時間又過得好快咧，有好多嘢想問嘅，但係唔係好夠時間啦。咁就不如我請3位用一個半分鐘嘅時間對2025年做一個總結啦。好啊，或者我講先啦。我覺得2025係好有機會嘅，不過即係 uncertainty 不確定性都好犀利。譬如話 Trump 佢會加幾多嘅稅啊等等。咁但係即係香港人咧，就係因為喺危機中咧，佢梗係揾到條路嘅。事實喺好多嘅危機中，香港人都表現出佢特別嘅能耐。咁所以我係非常之正面嘅。咁但係真係做生意要變嘅，即係譬如話特別譬如話出口商咁先算啦。以前就接張單可能1萬10萬，但係而家冇啲咁嘅歌仔唱，唔好去諗噶啦。而家可能係一張單一個 order 你都可能要去做嘅。你可能你自己接咗張單翻嚟，好快出去。頭先講可能嗰個 product development 係30個星期，而家唔得噶啦。可能你係真係要 well prepare， 即係要做基礎嘅研究，利用香港大學嘅基礎研究，點好快做 commercialization， 要快先進製造要快。咁香港有一個獨特嘅，我哋叫專業嘅服務。咁譬如話喺設計啦、marketing 啦、銀行啦、即係信用保險啦等等，利用晒香港啲平台，我覺得係有着數。我係覺得嗰個前景係非常之好嘅。咁半分鐘就好難講嘅咁我都睇呢一個25年咧都係審慎樂觀嘅，因為整體嗰個環境咧，所有嗰啲刺激嘅政策都係慢慢都會有生效啦。咁所以係睇係向好嘅。咁但係咧，呢啲所有嘅 uncertainty 咧，對我哋嚟講咧都幫助唔係好大嘅。你一日到黑擔憂咧，你不如去做好我哋嗰啲新供應鏈嘅一啲管理啦。咁我自己睇嗰個將來嘅需求咧，都係幾個方向嘅。第一，
消費者嗰個選擇產品嗰個心態係乜嘢？嗱，大部分嘅消費者喺成熟市場咧，佢哋已經有足夠嘅衫㗎啦，佢要有原因先同你買多件嘅。咁買多件咧，一定係第一時款之外咧，你又要有功能。第三咧，你又一定要係環保嚇，滿足到嗰個地球嗰個需要。咁你滿足唔到呢幾樣嘢咧，咁啊自然消費者冇乜原因同你買啦。但係你要做到呢啲咁樣嘅即係條件咧，其實係好大挑戰㗎。第一，你要將你個產品嗰個開發咧，係需要係利用科技咧，用好短時間係可以由一個設計圖樣變成一個可以生產嘅一個數據。呢個係講緊係科技，而用緊呢啲嘅科技咧係講緊用緊 AI 啦，用緊大數據啦，用緊啲 robotic 嘅一啲嘅 process 啦。咁呢啲都需要係練功嘅，即係喺你個公司嘅架構裏邊有冇呢啲咁嘅能力咧？冇嘅，冇辦法啦，係咪？咁你追唔到嘅。第二咧，如果你講嘅產品嘅功能咧，必須喺個 material， 即係話喺個原材料度個科學方面咧要發展嘅。其實香港咧喺原料科學 material science 嗰方面咧係頗先進㗎。我哋嘅大學咧係做好多研究，係點可以利用一啲產品咧係到滿足到嗰個消費者抗菌、抗呢個太陽，可以保暖、可以環保，可以甚至無咧係撞擊嘅時候可以保護到嗰個著嘅人咧。咁呢啲所有嘅科技咧，其實香港係有嘅。咁點樣去 commercialize 佢咧，就好好利用香港嘅條件咯。咁至於嗰個消費嘅渠道，包括係 e-commerce AI 變成咗個消費者已經係對於個產品係我望到見到靚就已經 expect 你已經有咧。呢個 again 亦都係喺嗰個叫做digitalization 方面咧，要做得好好先至能夠管理到。IoT 要做得好好先至能夠做到咯。咁我對2025年咧，我認為係充滿希望嘅，因為咧我舊年咧好得意嘅嚇，中國嘅市場，我舊年喺杭州嘅時間比較多一啲。咁我身邊啲朋友咧喺大灣區嗰一班製造業嗰班咧，個個都話2024年係最差嘅一年。咁杭州嗰班朋友話咧，做跨境電商嗰班，2024年係我哋從來都未有過咁好嘅一年。所以有危必有機，但係我最尾咧做總結，實想送12個字俾大家。如果大家喺自己嘅生意上面想揾啲參考，點樣衡量新一個生意得唔得呢？第一個詞係叫做小切口，頭先我已經講過啦。第二個係能力圈，究竟係唔係自己嘅能力圈嘅範疇入邊呢？我哋去考慮一下。第三就係話呢個生意做唔做到成法。第三個3字詞係做成法。最後一個係有福利，即係compound interest 嗰個福利嚇。咁希望大家有一個好嘅2025，進出口同埋信保局嘅生意咧係越嚟越好。多謝。再一次多謝大家嘅分享啊，深入分享同真知灼見，係咁亦都好高興聽到係有好多正面嘅信息啦，好多機遇啦。雖然當然係有挑戰啦，咁繼續保持香港人嘅信心靈活，我哋去捕捉呢啲機會，預祝大家有一個非常之成功嘅2025同大40年進步。多謝。